缅甸大地震哦，造成真严重的伤亡，地震真侪台湾民众嘛是真关心哦。台湾地震科学中心是表示讲，即届缅甸发生地震的所在，伫过去200冬哦，并无发生真明显的灾害型的地震，也毋过当地有500公里长的断层，所以灾害才会遮尔严重。虽然台湾甲缅甸哦离2500公里遮尔远，影响是无介大。也毋过哦，地震真侪台湾本地就爱随时做好防灾的准备。缅甸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伤亡，因为破碎着世界断层伫真侪所在地表破裂，连上千里外的泰国曼谷也摇甲真厉害，造成建筑物倒去甲人员的伤亡。为了要提供正确的地震科学知识，长期累积地震研究成果的台湾地震科学中心分析，这边的大地震灾情遮尔严重。是因为这个区域是真明显的地震空发区，甚至可以达到了快到500公里，整个的破裂长度，其实这个是已经超过了整个台湾的长度了，所以这是蛮可怕的，而且这个其实是出乎我们当时预期它的整个的破裂情况。透过这次地震所学习到的经验，重新回去评估这个地方它到底过去的这些历史地震，到底是不是如我们之前所推测的一样的分布。缅甸大地震虽然震响无伫咧台湾，不过台湾的地震真多，也引起民众对缅甸地震是毋是触发台湾地震的惊吓。地质学者强调影响无大。台湾距离这个缅甸其实还相距大概有2500公里以上，所以这种静态的这种应力转移，其实还不会转移到上千公里以上，所以基本上不太容易引起台湾的这种地震的活动。学者讲，像台湾7个有大地震这种传闻。其实是无一定的，重要是爱看伊的讲法是毋是合理。尤其台湾是伫咧地震带，本来就应该做好防地震的准备。中心累积的宝贵资料，会当提供政府伫咧防灾规划做重要的参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